来进段消息，来看民进党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林志坚硕士的论文，和台大认定是抄袭。也毋过林志坚来发冤枉，林志坚讲，这个台大也未调查进前，就先定调这是丑闻，等于是未审先判。伊即摆的心情是百口莫辩，真歹辩解。林志坚阁讲。台大要开记者会进前，拢无甲通知，害伊无机会说明，感觉是去互突袭。也毋过其实林志坚的办公室同工的早起都已经收到公文。这个国民党是批评林志坚唔认错，阁讲白贼，互人真歹接受。再说一次，小事没有抄袭，快点再说一次，讲大声点。拄到门口就拄到有人呛声，林志坚要甲伊握手。辛苦了哈，加油加油！伫这几分钟前，林志坚针对台大撤销伊的硕士论文继续发冤枉。会用时间先交跟后交后交论文就是抄袭前面先交论文哦，那忽略了我们提供的这一些人证物证。林志坚强调讲，台大开记者会进前无甲通知，秘书讲伊失去亲身说明证据的机会，感觉被突袭。也毋过呢，依照时间来看，台大27日寄出公文，林志坚过顿工车到透早12点半，寄批到学论会，想要约时间说明。办公室大楼管理员早起9点半就收到文件。台大记者会伫11点开，11点半，这个公文交予竞选办公室，是讲因为林志坚当时伫外口走行程，伊个下晡照林志坚的助理拆开，这阵记者会早就结束啊，才会感觉讲伊互人突心。这个人前感谢了哦，人后放箭哦，这个不是做人的一个道理哦。林志坚坚持伊本身是清白的，也毋过这款讲法对手完全无认同，伊莫阁挺强啊。林志坚本人呢，继续的硬凹继续的扭曲，继续的说谎。那我们也看到民进党这个全党继续就义人。我们支持台大的这个学术尊严跟这个处理的整个客观公正的做法。林志坚台大论文已经被认定是抄的，所来中华大学的硕士论文的调查，估计后礼拜就会公布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